订满载时间就已经过啊，不过伫咧宜兰沿海要真济麻寮。这县府是表示，若到拜五之前拢无人去处理，全部就要隆重拆掉做废弃物处理。将本组集中拆麻寮，避免造成环境污染。古麻在季节已经结束，不过宜兰沿海也先看到未少麻寮无拆，若无处理，恐惊加速海中的废弃物，部分渔民赶紧来拆。没有收是不可能的，一定会收。我们这边有那个安排嘛，电流延了10几天，有的比较慢拆的，就是整堆。处理好了，他们同意来解。有渔民表示，打麻寮时阵，县府拢有登记资料，各挂门牌编号，方便管理。若麻寮无拆，县政府就会看做是废弃物来处理，所以一定会拆，避免财产损失。不过，宜兰县政府公布，古麻在范围只有竹子口溪、南洋溪、甲新城溪出海口附近，放回来麻苗县政府和渔民伫15进前拆掉。不过，范围外不立管的麻寮要安怎处理，有啥人拆，真出这问题。基本上15号之后，还遗留在海岸边的漫寮的部分，我们就直接视为废弃物，由县府这边跟依照向海之间的分工原则，跟一些相关单位一起来把它处理完成。无伫公告范围内麻寮，有海岸主管机关，有的是无定落地无主管机关。县府表示，到时阵会依照向海底境北带分工原则，请各主管机关斗阵处理无定落地上的麻寮。县府15条后也拆掉，避免环境破坏，呼吁渔民都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